柱，现在的事实是：第一，因为你烧电焊引起了这场大火；第二，你们方舟公司第3施工队和苏阿福的大富豪娱乐城存在着严重的经济纠纷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可经济纠纷和火灾没关系。我们老总李大川一再提醒我们，要我们通过协商或者法律途径解决问题。我的为人，李大川可以证明。好了，扎铁柱，今天就谈到这儿。啊，你们还得找歌唱家刘艳玲啊，她看到我积极救火的。这跟你没关系。好好看看记录，签字吧。反正我不是故意放火的，刘艳玲能证明。我就是对苏老板意见再大，我也不会去放火呀。这你们不能赖我。扎铁柱，你知道这场大火烧死了多少人吗？不知道。154个。即便是失火，你小子也是罪大恶极，罪不容赦。什么？烧死了154人？武局，啊，方舟老总李大川已经控制住了。哦，在什么地方？在叶简家里。怎么会在叶简家里？可能是说情吧。别胡说。武局，喂，您好，将军又催了，要审讯材料。告诉将军，我马上过去了啊。武局长，电话。啊，哎，你们两个呀，立即去通知将局啊，一定要快。我说你怎么了，孙队？你神经有毛病啊！被烧死的150多个人还在那扔着呢，省市委那么多领导都在那等着汇报，你们居然还审什么嫖娼卖淫的问题？行了，把那个3位小姐的笔录一同给我送过来。好，武局，我马上安排。真是有毛病！好，立即拘捕周佩成。是，武局，将军等着你呢。你先向将军汇报吧，告诉他案情有重大突破。好，武局，扎铁柱还没有说实话，我们还要再审啊。对，这事儿你负责了。是。我是常山啊。材料我已经拿到了，马上上。接通了以后我才拿。接通了以后我才拿。我们自己把那个材料给我拿一下。好的。您看看这个材料，还有这些，非常严重。你赶紧把这个材料给复印一下。好，我马上去办啊，马上去办。你把那个材料也给我拿一下。还有这些，您看看。复印2份。喂。好的。喂，请接北京。啊，小白，您忙。我不知道事情就知道了啊。还有啊，这件事情我也不清，你不要着急嘛，咱们先开会啊。马省长，现在的死亡人数是155人。消防支队1大队副队长钱光辉同志伤势太重，抢救无效，半个小时以前在医院里牺牲了。好了，黄国秀，别多说了，你马上到市里开紧急会议。好。没接到通知，现在我通知你，赶紧过来。有话会上说吧。汤书记，国家安全生产局要你们领导亲自汇报。好，王省长，那我就如实汇报了。不，朝阳，还是我来跟他们说吧。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，怎么能让省委领导出面替我们顶雷呢？算了，我出面可能比较有利。再说，我也有责任。我不但是常务副省长，毕竟以前是这里的市长嘛。这不合适吧？我觉得王副省长考虑挺周到的。你们来这才几个月，不到1年嘛。我和王副省长是这儿的老人了。是啊，我跟老陈
多担点责任，你们的压力就会减轻一些。哎，我看是不是让林市长赶快回国吧？你看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让朝阳一个人在这儿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没必要。王市长，你说呢？我的意思是这样，事情既然已经出了，我看就让小林市长好好招商吧。好，事故要处理，往后的日子也得过嘛。但是你要告诉林强，坑口电站的合同必须签下来。好，那我和小林市长谢谢省里领导了。不说这么多了，都顾全大局，面对现实吧。把北京电话给我接过来啊！我再去了解一下。哎，好吧，经理啊，行。哎，子金，哎，兄弟啊，哎，再见。哎，兄弟，大富豪钱的门面房是怎么回事啊？放心吧，还能怎么回事？无法无天。我也是刚知道的。那你们城管委是怎么监管的？到底负责任没有？你说钟楼区城管委啊，是干什么吃的？这样，会议散，我马上去查。我先跟你老同学打声招呼，这件事的性质特别严重。我知道，门面房影响救火了嘛。好的。里面请，里面请。是，尽管措施比较果断，救援行动呢也比较及时，但是火灾造成的后果仍是比较严重。我们省委省政府和常山市委市政府要向中央做深刻的检讨。省委书记赵培军同志正从上海紧急往回赶，刘省长在半个小时之前已经赶到了首都机场。火灾起火的原因正在调查，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向您汇报。对，好的，是。唐书记，王市长，起火的直接原因已经查出来了，是电焊施工引发的。有关嫌疑人已经被我们办案人员控制起来了，其中有方舟公司的经理李大川，还有公司的第3施工队长扎铁柱，还有一位在场的3陪小姐。郑柳啊，有没有放火的可能啊？目前我们正在紧急排查，到底有没有这方面的证据？有没有？目前还没有发现这类证据，但是。那就叫下面的同志不要乱说话了。这才几个小时，怎么就谣言满天飞了呢？王省长，有位姓周的施工工人有放火嫌疑。你是说，方舟装潢公司的工人放的火？现在不好说，但是5局现在正在追捕那位姓周的放火嫌疑人。王省长，唐书记，人都已经到齐了。陈主任问是不是开会？你让陈主任再等一等，继续说。走吧。好吧，就这样。吃吗？不，谢谢。哎，听说王省长和唐书记都发大脾气了。是啊，领导们都急眼了。唉，你说这事儿闹的，我还请人家王省长来看夜景呢。喂，国庆啊，这样你去查一下死者的名单，不要搞错了，一点差错都不能有。好，好，就这样。哎，子健，大富豪的老板苏阿福也烧死了。这都是外面在瞎传，别乱说了，知道吗？哎，你家黄破产来了，啊，马上开会。哎，子健，能不能出来一下？这儿人多，不太好说。啊，对不起啊，这就要开会。我知道，就一会儿，快点。水还是热的。叶子晶，你听我说，唐书记有话了，要把李大川视为典型。你们这么做，是不是也向市委请示一下，听听唐书记什么意见啊？没这个必要嘛？怎么？唐书记和市委也得依法办事。怎么啊？唐书记又缠上叶检了？
对，我是市委啊。唐书记，我是向叶检传达您和市委的指示的。我和市委的指示用不着你传达，开会去吧。子敬同志，你是检察长，有个招呼我必须打在前头。说情逢，要坚决顶住。这场火灾，不论涉及到谁，不管他是什么人，都要依法办事，一查到底。是，唐书记。将军，走吧。叶姐。